有梦鬼，作者苏彦德，录音苏彦德。伫台湾过去有真侪风俗民情，拢代表咱对祖先的追思甲敬重。即种传统文化值得咱保留和珍惜。虽望讲古早人有一寡民俗无一定伫现此时有下用，古早人检菜无读真侪册，毋过咱千万毋通看轻因的智慧。像24节气，就是先民对生活看大自然运转的重要指标。伫工商社会豆豆消失的风俗，就亲像失落的岁月、美好的青春。最近赛车经过蒙阿波，伫头壳碗汹涌浮出囡仔时代渐渐模糊的记忆，迄就是幼梦鬼。会记得细汉的时，清明节是咱人3月初3。毋是新历的4月初5，伫1975年4月初5，蒋介石过身，才改新历4月初5是清明节。讲到幼梦鬼，每一个所在进行的过程有淡薄仔无同。阮老爸甲阮阿嬷拢待伫阮厝附近的蒙坡仔。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，即马遮的蒙阿波拢全线开路啊！细汉的时，若到清明节前后，拢有人在陪梦。以前要去蒙阿波的小路，拢是石头仔路，有人牵牛伫蒙阿波食草吞搭。陪梦的人会叫牵牛囡仔。甲来看闹热的囡仔兄、囡仔姐来幼梦鬼。幼梦鬼除了增加陪梦的趣味性，另外一项意义，通讲是要安搭牵牛囡仔，毋通吞踏主人家的墓地。通常主人会准备红牛粿、草仔粿、发粿、银角啊。主人家会讲囡仔兄、囡仔姐。来幼梦看梦内的公妈是查甫的，还是查某的？因为伫迄个时代，细汉囡仔普遍的也未读册，毋捌字，所摆看无梦牌所刻的字写啥物。我和其他的囡仔靠运气学白药，若药着就有过通吃，所以叫做幼梦过。若药无着，主人会讲毋对，阁药一摆，真明显，这就是放水要安搭囡仔。第二摆若药着，主人嘛会送囡仔梦过，有好康的会斗相报，靠一大堆囡仔做伙来药梦过。致使主人家的过分无够，这时会用银角分互。幼梦过的囡仔，大家往往拢无输赢，透过这个民俗活动联络感情，顺续地提醒牵牛囡仔。以后若牵牛对遮经过，爱甲过往的人致意，千万毋通吞踏神圣的墓地。有新的文化出现，就旧的传统渐渐消失。细汉的时毋捌代志，会感觉。为什么要甲这品分互青云人？即马大汉才知影，幼梦过是互咱会晓人民分享，大家互相让一步。好野人愿意分享，善车人嘛通食一顿饱。这是咱台湾人一种互相分享美好的风俗文化。